新竹新埔嘅赤叶馆屯离叶过有名，不过当地有一张农场，采用山楂农体产品做出特色。从小镇20年前因为挂掉呢，设施太嘅野外，并下体特别的饲养，归故乡天数照顾山楂园，以发挥嘅商业头脑，改变传统嘅经营方式，将阿这天数研发产品做出10多种嘅山楂加工品，改成也天数来做商业设计哟，验证山楂祖母上代人如用心来做，也做出嚟名声。来到小啊，起碼小嘅去摘啊，你後方見往西嚟就小哈，摘小嘅啦，摘小嘅，摘小嘅哈。一啲嘅就得。又到了摘山楂嘅時節，周小珍同阿爸兩姊爺上世嘅摘樹行已經燒嘅山楂。哦，一全燒嚟啊！又搖喐啊！呢係10線炸蓉啊！係啊。兩姊爺透過人地擺，唔使用講解就當要賣客。就無托新婦世世代代守護等祖先留下來嘅家業，3公頃嘅果園種山楂10多。本來到台北做物業管理嘅周小珍，10年前將故鄉經營果園變做第6代傳人。回來是考量就是父母親的年齡，因為畢竟年輕的都往外發展了一段時間，那就是10年前就考慮說回鄉這樣子。說實在的，5個兄弟姐妹，那都沒有在身邊的話，講起來，想一想，我們自己到了那個年齡，也會有這種回到故鄉的那種。เขาอยู่พันน่ะเขาอยู่พันแห่ยันที่ในหมดสมบูรณ์เจ้าช่วยยาสมเด็จเขาให้ที่ก็น้องอะไรเดียวเขาโตสวยเลยล่ะยันที่เขาไทยได้แก่อยู่เขาล่ะก่อนนั้นเจ้ากูเราเองก้าอย่างละฮะ等这测完了，你测来，这个。ก็เก่า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等那测完了。好啊。來將故鄉接受果園，也愛也善良聽受，將大擺採收將來嘅山楂，因為切做片、個細皂，轉做基本原料，本周小珍是在做相關產品。以現在來講，要7月到11月這個段時間採收期。那採收期之後，那我們就一直在思索，怎麼去讓這個產業鏈能夠一直持續，比如1年4季都有。那後來我們想到，就是說，把它做用傳統的而且又最天然的方式，就用手工去切來曬乾。曬乾就是可以便於保存，保存之後就可以把這些原料製作成系列的一個產品。周小珍經營山楂果園，無個像頭擺傳統嘅模式，直接批發賣撇，係上半山楂創造各家加切。鮮榨就是我們小時候的一個記憶，就是糖葫蘆但廟會，這是很快樂的一個事情。那我們就把這個去發揮，那透過家族啦，透過兄弟姐妹啦，大家集思廣益，就把這個傳統的產業怎麼去創新。地白粉跟那個它的地頭泥挑啦，我們都把雜質都要挑乾淨啦，脫牆了啦。脫牆了，那個吃的口感會比較好，它不會有吃到那個硬硬的那個雜質。嘉義台北做台塑嘅太姐張玉嬋，為咗同老體聽show順利進行，同時增加山楂產出，2日就將到新埔外家，有時節拖做下地擺，要無閒就會跪下酒。都是糖葫蘆啦，哈，不然就是醃的，好像吃起來就是沒有什麼個變化了，好，那我就可以把它做的比較就是可以當伴手禮哈，然後也可以當零嘴吃這樣子啦。利用阿妹做嘅山楂乾，愛做出好食嘅產品。張玉嬋講，當時市面上並無相關嘅食譜同產品，
想天天做弄当难。这个自己摸索哦，那当然那种方式，我们就不知道是要怎么去，好，不知道要从何下手了，好啊，所以变成就是说，那当然自己的摸索会很累啦，好，没有，主要是没有人可以指导，没有这个产品，好，没有这个先例啊，没有就是我们没有人可以请教啦。要一点水，要水它才会煮到水干收干，煮到水收干，还没有，要慢慢煮，熬得很烂，我们还要再打成泥呀。自家建造建学嘅台架，就会唔知是派派几多瓦嘅山楂，改在有几个当本期面子嘅朋友，仲有成个研发之路，将无停拍。也要想要放弃了，说哦这个也是很累，像这样子。要那边炒要好几个小时哦，也感觉是也有很想要放弃了啊。但是很多朋友吃的就是说，感觉就是说这个很健康的东西，现在挺好。好，他说肠胃很舒服，好，他有朋友常常会要，所以才又启发我继续再做下去的动力了。2年嘅时间，钟玉心对个外行人变做销售新外种山楂加工品嘅专家，自家亲满意嘅产品。就会了解山楂黑人糕。一开始是想说，人家有什么枣泥核桃糕啦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想说，把鲜渣是不是，可以把它融入，当做一个产品，我就自己尝试去把鲜渣去熬得很烂，然后再把它熬成泥，自己去煮一煮，然后再跟核桃啦加一些麦芽去给它融入。这样吃起来，自己再试，很多朋友在吃，他跟我这个口感还不错。我有了只想法，大家兄弟姊妹是在讨论，我这是我特别未来去强下大，系啊，都特别做讨论有咩强下大，所以讲感情当好，兄弟姊妹大家为互相帮忙啊，系啊，因大家常有乜嘅事情，以下联络是为了填收。现在便利掉了哈，现在果冻嗰掉了哈，全部要冇嗰啲东西啦。佢要緊研究，後生係實猛嘅研究，緊做嗰啲東西，推銷當好啦。酒部研发鲜榨浓铁山，实种感觉小于项严肃，就小是外生有上道，所以佢也加入阿 Q 嘅研发团队，听小组商业设计。可能大家想说会不会跟农庄的形象有更好的关系？可是最后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个古厝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象，可以让就是长辈像外公外婆，或者是大家一起有为这个周家庄努力过人，大家都会觉得终于有一个像精神的那种代表 logo 出来，大家都会非常的开心。传统农产品要创新嘅加工同包裝，增加產值。更加重要嘅係，細細嘅山楂搶起就小進入屋心台人嘅心，酸酸甜甜嘅梅水，唔單止有老頭伯嘅感覺，更加充滿親情嘅溫暖。